哎呀，戴住普通眼鏡玩得唔夠盡興，試下佩戴日拋式近視控制隱形眼鏡啦。隱形眼鏡我唔識戴喎。點樣佩戴日拋式近視控制隱形眼鏡？第一步，準備功夫。準備一塊鏡，冇毛屑嘅抹手紙，日拋式近視控制隱形眼鏡。戴嗰陣時，喺塊鏡前方放張冇毛屑嘅抹手紙，就算唔小心跌咗塊鏡片，都容易揾得返。我準備好啦。第二步，洗乾淨雙手，用梘液同清水徹底洗乾淨雙手。提提你，千祈唔好用酒精搓手液或者含有乳液、乳霜、香料或者人工色素嘅梘液，以免整污糟或者令塊鏡片染色。之後用乾淨冇毛屑嘅抹手紙抹乾雙手。第三步，檢查鏡片嘅方向，用指腹輕輕攞起塊鏡片，將隱形眼鏡放喺指尖上邊，喺光線下檢查。如果鏡片邊緣呈碗形，即係方向正確；如果鏡片邊緣向外翻開，即係反轉咗，要輕輕將鏡片反轉至正確方向。第四步，佩戴鏡片，將隱形眼鏡放喺右手食指指尖上邊，然後正面望向塊鏡，用左手拉開上眼簾，用右手中指拉低下眼簾，慢慢將隱形眼鏡移向隻眼，放喺眼球上面。之後慢慢鬆開眼簾，匿埋眼，咁就搞掂啦。另一隻眼都係咁戴，學識未呢？我都識戴啦。日拋式近視控制隱形眼鏡，控制近視嘅同時，等你玩得更盡興。